好，弟兄姊妹平安，歡迎大家嚟到週三嘅差傳祈禱會，係啦。咁就今個月6月份係差會嘅呢個差傳月嚟嘅。咁今年我哋差傳月嘅主題係宜家宜孫。咁上個禮拜我哋嗰個嘅分題，可能大家都仍然仲記得嘅，就係宜家接棒。係啦，咁今天我哋嘅分題係叫做宜家出發。今日我哋都會有我哋嘅城鎮嘅弟兄姊妹，就係梁建樂同埋郭美玲姊妹一對宣教士嘅家庭一陣間會為我哋分享點樣去宜家出發嘅。好，我哋先一齊有一個祈禱開始啊！慈悲仁愛嘅天父，我哋要去感謝，要去讚美你，因為你愛萬族萬民。主啊，你更加熱切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佢哋都能夠去認識你，去歸向你，去敬拜你。主啊，我哋為到普世未得之民，我哋獻上懇切嘅禱告。主啊，主耶穌，願你嘅真光照亮黑暗，讓人都能夠真係離開黑暗，進入光明，經歷住福音嗰種嘅拯救，同埋福音嗰份嘅喜樂。天父，我哋更加求親愛嘅莊稼嘅主，你親自打發工人去收你嘅莊稼。主啊，使到萬民都能夠認識你，享受呢個福音嗰種嘅美善。主啊，懇求你垂聽我哋眾人喺你面前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好，我哋請陳口文傳道帶我哋有一個敬拜。今日嘅主題係宜家出發。咁啱啱正喺3日前呢，正係呢個地方，唔知道弟兄姊妹有冇出席梁以樂一家嘅差遣禮呢？哇！呢個真係名副其實嘅宜家出發。咁好多時候呢，我哋都有聽過喺宣教嘅工場呢，其實都係唔容易㗎。但係喺困難之處，宣教士仍然能夠高歌頌唱，因為縱使喺曠野前路唔明確，神係會用雲柱同埋火柱去帶領佢哋嘅前路，供應每日所需要嘅嗎哪。所以佢哋仍然能夠喺艱難嘅時候都能夠仍然歌唱，因為佢哋知道主係會領佢哋。所以讓我哋一同嘅唱今日嘅詩歌，求主領我。耶和華，求你帶領我走過今世曠野路，我雖軟弱，主有權能，願主聖手上輔助，天上嗎哪，天上嗎哪，賜我飽足面飢餓。賜我飽足面飢餓，求主開通永生泉源，解我乾渴以我想，求主賜下雲柱火柱，使我道路得通暢，全能救主，全能救主，助我盾牌與力量，助我盾牌與力量。當我來到死亡河邊，求主使我不恐懼，領我岸到洶湧波濤，進入天家得安居。歌唱讚美，歌唱讚美，我要永遠讚美你，我要永遠讚美你。
當我咧喺第一次咧喺差會同工嘅祈禱會嘅裏面咧，我聽到嘅係飛行宣教喎。咁當我聽到飛行宣教嘅時候咧，我覺得好新奇啊！咁然後我就會有好多嘅疑問，我就喺度諗啊，究竟咧飛行宣教嘅話，譬如阿建樂佢要揸住飛機出差嘅時候，究竟佢個出差會係去一日、去一個禮拜，定去一個月呢？咁如果佢真係去得咁長嘅時間嘅話，咁究竟阿美玲咧去同瑩瑩係一齊跟住係喺飛機上面出發，定係點呢？咁咧，同埋我亦都會去諗，就係咦咁究竟美玲去作為宣教士嘅太太一齊去參與呢個宣教嘅時候，究竟佢嘅角色又係啲咩呢？咁咧今日咧呢一啲嘅問題咧，我哋就留待俾阿建樂同埋美玲呢個宣教家庭咧去同我哋分享，將時間交俾你哋啊！大家好，我係建樂，我係美玲，就我哋女女欣盈而家坐咗喺前邊，係好似麗玲傳道講，我哋嚟緊將會去印尼嗰度服侍。多謝城鎮差會去俾呢一個機會我哋去分享，同埋好多謝教會去支持我哋呢一個事工，為我哋去禱告，同埋以獻金去支持我哋嘅事工費用，同埋多謝麗玲傳道今次咧幫我哋安排呢一個分享，同埋多謝幫我哋安排 PowerPoint 同埋電腦嘅弟兄姊妹。頭先咧麗玲傳道問到究竟我哋飛行宣教係做啲咩嘅呢？咁不如大家去想像一下，你被神差派作為一個宣教士，喺一個山裏邊去嗰度去服侍，你側邊係冇路係可以去到嘅，冇路可以去到其他城市。如果要行去一個城市嘅話呢，係要行2至3日先去到。咁你如果有一啲嘅醫療需要，咁你可以點樣去做呢？或者你需要嘅日常嘅物資係可以去點樣去運到過去呢？咁所以呢，我哋飛行宣教嘅呢個差會呢，就去為咗呢啲嘅宣教士同埋當地嘅同工去服侍，等到佢哋可以有足夠嘅支援，等到佢哋嘅事工可以有效咁樣去運作。咁我哋喺唔同嘅世界各地咧都有我哋嘅事工嘅。喺非洲嗰啲國家咧，佢哋就會有一啲嘅醫療短宣隊。嗰啲國家嗰啲飛行宣教士咧，佢哋就會去長啲時間，可能係1個禮拜。咁佢哋會喺嗰個地方嗰度去跟住嗰啲醫療短宣隊。咁個機師去到冇嘢做咧，就做打雜咁樣咯。我哋喺印尼嘅服侍咧，咁我哋就主要係即日來回嘅，所以咧對於美玲嚟講咧就會比較容易啲，唔使話我行開一段時間咁樣。係啦，咁啊，我亦都簡單講下我哋 MAF 嘅願景同埋我哋嘅使命。其實我哋嘅意象係好簡單，我哋咧係想以基督嘅愛去改變偏遠地區人民嘅生命。同埋我哋嘅使命咧，就係一齊服侍，去以飛行帶嚟主耶穌嘅盼望、幫助同埋醫治。咁實際上咧，就係除咗我哋去支援一啲嘅牧師同埋宣教士之外咧，仲會幫一啲本地嘅信徒去運載聖經同埋錄音嘅聖經，又或者係可能佢哋有一啲醫療嘅需要咧，我哋會去好實質咁去幫助佢哋。咁今次嘅分享咧，我唔想去重複我之前喺差遣禮講過嘅嘢，所以咧我哋嘅主題咧就係交俾美玲，由佢喺一個宣教士太太嘅角度去出發。咁我哋去可以咧去回應城鎮差會嘅主題，宜家宜孫，分享一家人一齊同心宣教。交俾佢之前咧，我亦都好想多謝美玲喺我準備
接受裝備呢段時間一直去支持我，去鼓勵我喺準備訓練嗰段時間呢，都係有一段有高低起伏嘅。咁喺我唔開心嗰陣時咧，美玲成日鼓勵我，所以我真係好多謝佢。好啦，咁我而家交呢段時間俾佢講。係，我先講一講我嘅背景啦。我都係喺一個基督教嘅家庭裏面長大嘅。爸爸咧係宣道會嘅牧師，媽媽係小學教師。由細咧我就接觸信仰，去信靠耶穌係我嘅救主。我嘅爸爸媽媽嘅信仰咧，為我帶嚟一個好好嘅榜樣。我嘅祖父母咧，佢哋係唔信耶穌嘅，佢哋係信佛教啦、拜祖先嘅。我公公咧更加係有吸煙同埋飲酒嘅習慣。我哋都好擔心佢哋嘅身體同埋靈命健康。我好清楚記得咧，喺我細細個幼稚園嘅時候開始，爸爸媽媽、家姐同埋我喺每一晚嘅晚上咧，臨瞓前都會一齊祈禱。我哋咧每一日都係為住同一件事嚟禱告，就係咧求主叫公公婆婆嫲嫲去信耶穌。當時我淨係一個細路女啦，爸爸媽媽祈我就跟住祈，冇諗過會有咩改變嘅。但係喺12年之後，經過咗4000幾晚嘅禱告，神蹟發生喎。我嘅公公婆婆嫲嫲相繼咁信耶穌，佢哋咧摒棄咗從前拜嘅偶像，接受耶穌為救主。之後咧，我哋去探佢嘅時候，佢更加係倒翻轉頭去為我哋祈禱，祝福我哋。呢個經歷咧，俾我帶嚟一個好大嘅影響。從我爸爸媽媽對神嘅信心同埋依靠，我見到禱告嘅大能。神係聽禱告嘅，啟發咗我信靠上帝，將自己嘅難處交俾佢。喺2012年嘅時候，喺同事嘅介紹之下，我參加咗九龍城浸信會嘅成長班，開始投入喺教會嘅生活，同弟兄姊妹建立關係。喺團契裏面，我認識咗健樂，知道佢係一個熱心宣教嘅弟兄，曾經去過柬埔寨短宣1年。佢都同我明確咁表示，佢有一個呼召係要去宣教嘅。如果我哋兩個一齊呢，將會隨住呢個宣教嘅方向發展。我受到佢嘅熱心宣教感動，感到佢呢係一個好愛主嘅弟兄，願意為主獻上自己。不過我自己呢，都從來未試過親自參與宣教。喺我哋一齊拍拖之後啦，受到健樂嘅鼓勵之下呢，我哋一齊參加教會嘅宣教事工。當時我哋參加咗教會嘅使命團，每個月呢去到創啟地區嗰度去參與服侍。喺使命團嘅服侍裏面，我學識到呢點樣去盡心侍奉，一齊合作，彼此配搭，為主作工。除咗每個月參與使命團嘅侍奉之外呢，我都嘗試參加本地嘅跨文化事工，教一啲嘅姐姐呢去學習英語，幫佢哋呢去同工作上面同僱主溝通。咁我見到佢哋呢好俾心機去學習，我都好被激勵。對我嚟講，呢一個係一個好難得嘅體驗。呢兩個宣教嘅體驗建立咗我參與對宣教嘅信心。原來我除咗係一個喺後方支援宣教之外，我都可以係一個前線嘅人，可以去踏上呢一個宣教路。原來參與宣教呢，都唔一定要有一啲特別嘅技能，好似我咁普通，只係願意擺上呢，神都會使用嘅。咁喺2016年嘅時候呢，我就同健樂結咗婚啦。係咁1年之後呢，神就賜俾我哋一個好可愛嘅女。我哋嗰陣時就準備去讀神學，嗰陣時有啲擔心我哋個生活費唔係好足夠，但係神呢亦都去提醒我哋，透過一段經文，就係你們看野地裏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它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
所以我哋咧幫佢改英文名叫做 Lily， 即係中文譯做百合花。咁就為咗去提醒我哋咧，係神會係供應我哋所需。咁喺2019年嗰陣時咧，我哋一家人就搬咗去加拿大，喺一個小鎮叫做Three Hills 嗰度去進修呢個飛行宣教課程。咁我哋去到嗰陣時咧，先發覺原來呢個小鎮咧真係好細，嗰度人口得3000人。你可以想像下我哋譬如香港一棟大廈已經有3000人，咁所以嗰度嘅人口真係好少。就淨係得一間嘅超級市場，又連交通燈都冇，淨係咧有一啲嘅叫 stop sign， 即係叫停車嘅標誌啦。我今日我個女朝頭早問我點解香港冇呢啲嘅 stop sign 嘅，跟住我都唔知點答佢，因為如果有嘅話會好混亂。咁因為香港多車好多啊嘛。咁啱啱去到嗰陣時咧，都有啲唔習慣，因為嗰度冇任何嘅公共交通工具，冇地鐵冇巴士，連的士或者係 Uber 都冇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去另一個城市去買嘢啊，我哋記得嗰陣時要買電話卡咧，我哋都要揾朋友去車我哋去另外一個城市先可以去買到，所以開頭咧真係好唔方便。咁另外一度好特別嘅咧，就係原來嗰度咧係可以好凍嘅，最低嘅氣温咧係可以去到-40度。咁-40度嗰個嘅感覺係點樣樣咧？就係可以啲眼淚水咧係可以就嚟結冰咁樣樣，所以如果眨眼嘅話咧，好似會感覺到隻眼好似擘唔開咁樣樣嗰個感覺。咁呢幅相咧係我哋平時冬天有陣時喺度玩咧，就係我哋倒啲熱水去個天嗰度，咁嗰啲熱水咧就會即刻凝結咗，好似變咗呢啲霧咁樣樣。咁你見到身後咧都係好多厚厚嘅雪咁樣樣，所以我哋冬天嗰陣時咧就變咗好多時間喺室內嗰度。但係咧，我哋好感恩我哋神學院嘅宿舍咧，佢個暖氣都係好充足嘅，所以我哋就即係有神去保守我哋啦。但係咧有一個故事咧就比較特別，因為咧冬天嗰陣時好多雪啦，咁嗰啲路面咧都係有陣時佢哋雖然係剷咗雪，但係路邊咧都仲始終會有啲雪喺度嘅。甚至係或者係有啲冰喺個地面嗰度啦。咁有一日我就學揸飛機，我飛到去嗰啲山谷嗰度去學喺山裏邊去飛啦。咁我就同一個教練一齊嘅。咁我飛下咧就收到個電話，跟住我就心諗：邊個打俾我咧？跟住我望一望，跟住美玲打俾我，咩事啊？跟住我同我教練講話：我可唔可以聽呢個電話？跟住佢話：佢話好。跟住佢就拎住個即係操控住個飛機咁樣啦。咁我去聽電話嗰陣時咧，美玲咧就同我講話：死啦！個 BB 車個轆攝住喺啲雪嗰度爛咗。因為香港啲 BB 車個轆咧係好細噶嘛。所以咧就我哋用咗好耐啦，又成日攞嚟買餸，咁所以咧就最終都係爛咗，咁唔知點算？咁我嗰陣時我亦都唔知點算，因為我喺架飛機嗰度距離呢個 Three Hills 就算係揸飛機都要2個鐘頭先去到，咁所以咧我都好彷徨，唔知點算。但係唯一可以做到嘅咧就係暫時唔去諗住先，去專心揸埋架飛機翻去，跟住睇下可以點樣幫阿美玲咁樣。咁我哋有一段時間咧就變咗冇 BB 車，就好唔方便啦。咁嗰個地方咧亦都係冇得買 BB 車啦。但係亦都係好感謝神去供應咧，真係好奇妙。因為我哋嗰個地方有一個二手店，咁就喺嗰度咧就去揾到一架 BB 車咧係適合嘅。我哋原來咧加拿大嘅 BB 車咧係要個轆大啲嘅，咁先可以碌過啲雪，咁啊冇問題。所以就好感謝神去供應我哋啦。咁我哋去一路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有好多嘢就
不斷咁去適應，咁就美玲而家仲好中意 Free Hills 嘅生活。好，咁我而家俾翻你講。係咁，建樂畢業咗之後呢，就喺北面近 Edmonton 嘅地方呢，揾到一個飛行教練嘅工作。咁於是乎，我哋一家人呢，就搬到去一個城市叫做 Spoof Grove。咁建樂呢份工作係以時薪出糧嘅。喺好天嘅時候呢，佢就會用好多時間去飛行，最多一日呢會有成12個鐘。如果天氣唔好冇得飛嘅時候呢，建樂呢就會做一啲送外賣嘅工作去保持收入。所以呢，建樂喺呢段時間都非常之忙碌，經常早出晚歸啦，甚至乎星期六都要返工嘅，所以好少時間留喺屋企。你哋呢一幅畫係瑩瑩畫嘅，你哋留唔留意到有咩特別嘅地方呢？係啦，就喺呢幅畫裏面呢，淨係得媽媽同埋佢嘅。咁問佢爸爸去咗邊啊？點解唔喺幅畫入邊嘅？佢就話爸爸去咗返工，所以唔喺幅畫入邊咯。嗰時呢，每一日都得我同瑩瑩啦。我主要嘅工作就係照顧佢同埋做家務，有時呢都會感到有啲孤單嘅。不過我知道呢，建樂就唔係去咗玩，佢係去咗好努力咁樣做嘢，所以呢都冇乜怨言嘅。好感謝主啦！1年之後呢，神學院 Perry College 呢聯絡咗建樂，佢就想邀請建樂呢返去Free Hills 嗰度呢去做飛行教練嘅。咁經過禱告同埋牧者嘅建議之後呢，我哋呢就覺得如果返去聖經學院度做嘅話呢，更加好去裝備佢成為一個飛行宣教士。所以呢，佢呢就答應咗去呢一個嘅聖經學院嗰度做嘢啦。聖經學院嘅工作咧都忙碌嘅，不過咧就會限制佢哋一日唔好做太長嘅時間，以免佢哋過分嘅疲勞，影響安全。所以咧，建樂就多咗時間留返喺屋企度陪瑩瑩。咁呢一年喺 Spoof 嘅生活咧，我哋咧就體驗到我一個人去照顧瑩瑩嘅時間。咁雖然就唔係好享受啦，但係咧都好感謝主，都好適應到嘅。咁今年嘅1月份啦，我哋一家人就正式加入咗 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咁加入差會呢，就唔係建樂一個人嘅工作，係我哋一家人一齊共同去參與嘅事情。咁舊年嘅4月嘅時候呢，我哋就去咗差會嘅迎新週，我同建樂呢，就參與咗一系列嘅訓練。咁差會亦都安排咗活動俾瑩瑩。咁我哋呢，同建樂就學習到點樣同弟兄姊妹去建立呢個事工夥伴，邀請佢哋去支持我哋嘅事工。咁入邊都提到宣教士太太呢，唔係淨係太太，而亦都係一個宣教士嘅角色，有一個宣教士嘅身份喺度嘅。咁我想問一問大家，一家人一齊宣教會面對一個咩嘅難題呢？有乜嘢辦法可以去面對呢啲嘅難處呢？喺今年1月開始嘅差會嘅工作啦，我同建樂呢就開始籌募經費嘅事情。咁呢個係我哋兩個結咗婚之後第一次共同去工作嘅。咁期間呢都有需要磨合嘅地方，例如有時候我突然之間諗起關於做嘢嘅嘢呢，咁我就好自然同問建樂啦。但係嗰時呢，可能已經係夜晚嘅時候咯喎，咁建樂就會覺得啊，到咗夜晚都仲講工作嘅嘢，咁佢就會覺得好有壓力，同埋呢就可能會難啲瞓着啦。咁所以自此之後呢，我就要學識喺適當嘅時候先提及工作。咁我哋兩個一齊做嘢都有好處，我哋兩個呢都有唔同嘅中意做嘅嘢。咁譬如建樂呢，就中意去做一啲有創意性嘅工作，中意寫代禱信啦、聯絡教會。我就中意做一啲行政嘅工作，例如係輸入弟兄姊妹嘅資料啦，又或者係跟進奉獻幾多。咁我哋有清楚嘅分工，所以都可以互相合作。咁聖經傳道書就話2個人總比1個人好，因為2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咁我哋喺差會嘅工作呢，都深深咁體會到呢段經文。
作為一個宣教士太太，我喺未來嘅工場嘅角色有幾個方面。第一個呢，就係作為健樂嘅幫助者，第二個呢，就係照顧家庭嘅太太，第三呢，就係照顧瑩瑩嘅母親，第四呢，就係做工場嘅服侍。首先呢，最重要嘅角色呢，就係作為健樂嘅幫助者。聖經創世記嗰度話：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做一個配偶幫助他。咁佢呢一度嘅幫助呢，就唔係一個小幫手，而係呢喺希伯來文裏面呢，呢一個係一個同上帝幫助以色列人係同一個字嚟嘅。咁佢就係有榮耀、係有力量嘅，係一個同等嘅幫助者。意思即係話，如果冇咗佢嘅話呢，你嘅使命就唔得完整啦。所以我最重要嘅角色呢，就係去做健樂嘅輔助者，幫助佢應付生活同埋工作上面嘅需要。第二個角色呢，就係照顧家庭嘅太太。聖經提多書話：好指教少年婦人，愛丈夫，愛兒女，謹守貞潔，料理家務，待人有恩，順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毀謗。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居住，要適應當地嘅文化、氣候等等，呢啲都唔容易。要有一個有彈性嘅心去配合當地嘅文化，料理自己嘅屋企。第三個角色就係作為照顧瑩瑩嘅母親。聖經箴言話：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導子女係上帝俾我哋作為父母嘅使命，唔單止為子女提供基本嘅生活需要，更加要教導佢哋認識上帝，行合神心意嘅事。今年8月至到10月呢，我哋會一家人去到美國，健樂呢要接受一連串嘅訓練。咁我呢，因為咁，瑩瑩呢就冇得返學，所以我將會喺屋企度教佢，做佢嘅老師。第四個角色呢，就係喺工場嘅服侍。我期望呢可以參與宣教士子女學校嘅工作，利用我以往教學嘅經驗呢，教導宣教士嘅子女，好等宣教士可以專注咁樣喺工場服侍。講咗咁多關於我哋嘅事啦，同大家又有咩關係呢？宣教呢，唔係淨係宣教士一個人，而係要全家人一齊去嘅。咁係一家人一齊做嘅事，可以一家人同心咁樣參與宣教，一齊去努力去學語言，一齊去習慣當地嘅文化，共同進退，係一件美好嘅事情。大家喺香港可能未必會去長宣，但都可以參加短宣，去作跨文化嘅服侍。馬太福音話：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嘅門徒。呢個係主耶穌俾所有信徒，包括你同埋我嘅宣教使命。所以我好想喺度邀請大家一齊去參加，加入宣教嘅行列，一齊去參與呢個大使命。而喺參與宣教嘅路上面呢，我有第二個邀請，就係邀請你哋一家人共同去參與呢個工作。約書亞記話：若是你們以侍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侍奉的。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約書亞強調一家人一齊服侍，雖然個人信主嘅決定唔代表成家人都信主，但係呢一個係一個立志，願意去影響家人。如果你一家人已經係信主嘅呢，就更加邀請你一家人共同去參與宣教啦。一家人一齊參與宣教有咩嘅好處呢？我諗到有3個方面嘅。第一就係可以大家互相支持，喺宣教參與嘅道路裏面呢，一定會有困難嘅，可以一家人一齊面對，就可以彼此扶持，互相代禱，守望相助，咁樣可以好好咁面對宣教路上嘅各種困難。
第二就係可以增加一家人嘅關係，一家人去共同參與，就唔會淨係得其中一方去咗，咁可以增加大家相處嘅時間，去更加有共同嘅面對共同嘅話題。第三就係可以容易接觸一家人其他嘅家庭。當你一家人去參與宣教嘅時候，就可以爸爸媽媽同爸爸媽媽相交，小朋友同小朋友玩，咁樣呢，就可以更加容易去同其他家庭呢去增進關係。最後，宣教呢係主耶穌俾我哋嘅大使命，而我哋一家人可以共同參與，可以經歷主嘅福氣。希望大家都可以積極考慮下，而家就立志一家人一齊參與宣教，實行呢個大使命。好多謝你哋今日抽時間去聽我哋嘅分享，願神祝福大家。喂，係，我哋好多謝咧梁建樂同埋郭美玲宣教士佢哋一家咧個分享。剛才咧嘅分享，我相信咧都係真係佢哋嘅見證咧，係一個好美嘅見證，見證住能夠一家人真係咧係而家出發，佢哋好快咧就要出發到去印尼嘅裏面去宣教。咁咧頭先唱嘅詩歌求主領我咧，係美玲咧去所選嘅詩歌嚟㗎。我相信咧呢一首詩歌咧，都係阿美玲去裏面嘅心聲。好希望喺呢個宣教嘅路上，佢哋一家人能夠咧被神嗰個嘅引領，按住神嘅引領咧去走前面嘅路。我相信咧，我哋城浸家嘅裏面弟兄姊妹，我哋又可以做啲乜嘢呢？頭先阿美玲咧發出一個嘅呼籲，我哋會唔會都考慮而家兒孫呢？我相信咧，美玲都好希望我哋咧同埋阿建樂都好希望我哋能夠成為佢哋嘅代禱者。咁佢哋咧都有幾方面咧嘅代禱嘅需要嘅喎。係啦，咁我哋一齊睇一睇。嗱，第一方面呢，就係頭先咧，大家佢哋都分享到，佢哋將要咧即係去到美國嘅裏面係接受咧，特別係阿建樂要接受一個集訓嘅咁樣咁啊，所以咧即係都喺呢一個嘅訓練嘅上面，佢哋咧都需要多嘅適應，甚至乎咧要安排咧即係船運啦，將佢屋企咧加拿大裏面屋企嗰啲嘅家具啦，即係其他嘅雜物咧都要去運到去印尼嘅工場。甚至乎咧，佢哋都要喺印尼工場上面咧去學習語言啦、適應文化。我哋咧都為到佢呢一方面去祈禱。第二方面就係求神幫助咧，佢哋能夠敏鋭聖靈嗰個帶領，同當地嘅同工有好嘅配搭啦、服侍，亦都讓到佢哋能夠以謙卑嘅心咧去服侍印尼嘅裏面偏遠地區嘅人，讓到佢哋因着耶穌基督嘅愛去認識耶穌，帶嚟生命嘅改變。好，第三方面，亦都好感謝神啊！佢裝備咧，即係用一個好漫長嘅日子咧去裝備，即係佢哋，讓到佢哋能夠參與呢個飛行嘅宣教。咁咧，我相信就係城浸我哋嘅弟兄姊妹好願意咧，都係喺禱告、關心同埋甚至喺經濟上面咧去支援佢哋嘅事工嘅。咁咧，我哋都一齊為佢哋咧喺三方面嘅需要一齊去代禱啊！我哋1分鐘嘅時間，然後咧我會帶大家有一個公禱。親愛嘅天父，我哋去感謝你，神啊！感謝你喺萬民嘅當中，你去揀選建樂、美玲同埋瑩瑩呢個宣教嘅家庭，你差派佢哋去到印尼嘅裏面去作飛行嘅宣教。主啊，我哋見到印尼喺偏遠嘅地區有好多嘅人，佢哋仍然未認識你，
佢哋仍然落喺黑暗嘅當中。但係主啊，你卻係咁樣去感動住阿建樂同埋美玲，佢哋願意放低自己安舒嘅生活，走進呢一個嘅群體嘅當中。天父，我哋深信呢，當佢哋咁樣去擺上嘅時候，你自己親自嘅去悅納。主啊，亦都見到建樂、美玲佢哋對呢一個嘅召命嗰份嘅執着。主啊，如果唔係有呢一份執着嘅話，人好難走到呢一步。天父，我哋懇求你自己親自嘅去祝福佢哋。知道建樂、美玲佢哋喺度去到呢一個嘅印尼工場嘅時候，佢哋要面對住語言、環境、文化嗰種嘅適應。求天父你賜俾佢哋有格外嘅智慧。天父，我哋更加懇求你都係祝福阿建樂，佢每一次出差開始去飛行嘅時候，主啊，你知道喺印尼呢個地方，佢個山區同埋咧雲霧，主啊，懇求你自己親自嘅保守住我哋呢位嘅宣教士，讓佢嘅出去嘅入都有住上帝你嘅保守、你嘅看顧。天父上帝，我哋特別都為到咧瑩瑩去交俾你。主啊，知道其實瑩瑩小朋友可能喺宣教家庭嘅裏面，佢好細個，但係佢仍然咧真係好願意跟從爸爸媽媽一齊咁樣去參與。主啊，亦都懇求你去祝福住瑩瑩嘅成長，喺跨文化嘅裏面，俾到小朋友去能夠喺嗰度揾到更多嘅好同學、好朋友。天父，我哋咧都唔去忘記，知道咧建樂去嚟緊咧都要同美玲一齊去到美國咧係有集訓嘅時候，懇求主你俾到建樂喺集訓嘅裏面能夠咧有更多嘅體驗、更多嘅適應，亦都俾到佢哋要安排呢一個船運去咧將佢哋喺加拿大裏面嘅家具都能夠咧安全順利運到去印尼嘅當中。主啊，我哋更加嘅懇求你幫助建樂、美玲，佢哋喺整個宣教路上，佢哋能夠敏鋭聖靈嘅帶領，亦都能夠同當地嘅同工有美好嘅配搭。主啊，賜俾佢哋一個謙卑嘅心，去咧服侍印尼偏遠嘅人。主啊，讓到耶穌基督嘅愛，藉住佢哋嘅服侍，能夠帶俾呢一啲嘅群體。最後，天父，我哋都懇求你去感動住我哋眾弟兄姊妹。主啊，知道建樂、美玲佢哋去宣教，並唔係自己一家去宣教，而係帶住我哋城浸家所有弟兄姊妹嘅祝福、禱告、關心同埋經濟上面嘅支持，一齊嘅同行。因為主啊，你話過係點樣？保羅佢話過，如果建樂、美玲佢哋咁樣嘅去宣教嘅時候，同樣我哋喺背後嘅支持，同樣能夠蒙受同樣嘅祝福。願主你去加倍嘅感動我哋，讓我哋城浸家嘅弟兄姊妹能夠身體力行去支持呢一個嘅宣教士。多謝主，聽我哋眾人喺你面前同心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好，咁咧今晚我哋咧嘅祈禱會就到呢度。咁咧我哋都會去為到咧即係差傳事工咧有唔同嘅即係祈禱嘅組別嘅。咁咧就6樓嘅禮堂啦，咁咧就有國內同埋普通話事工。咁而 G03咧係有海外組，咁而710咧就係牧民關愛組嘅。咁咧就都可以邀請弟兄姊妹你去到唔同嘅組別咧，為到唔同嘅需要去代禱啊！好多謝大家。